去日本東北旅行，唔好只係路過呢一度。秋田呢座城市，處處都係驚喜。今日帶大家喺秋田市內一日行慣，了解秋田。首先嚟到秋田市民族藝能傳承館。秋田係全日本重要無形民族文化財數量最多嘅地方，而當中最出名嘅一定要提及東北三大祭之一嘅航燈祭。航燈祭會喺每年嘅8月3號到6號度進行。佢最主要咧，新一年咧就會好豐收嘅，有個8尺竿頭須進步嘅呢一個寓意啦。表演者會將長達12公尺、重達50公斤嘅竿燈，用手掌、額頭、肩膊等嘅部位靈活咁樣平衡轉移。喺呢度可以親身咁樣體驗點樣舉起竿燈，其實都幾難，因為竿燈都幾重。睇完呢度嘅展覽就可以過隔離去舊金子家。呢一度咧就係江戶時代後期嘅建築物啦，咁保留得都好完整嘅。佢係前面咧就係商鋪嚟嘅，後面咧就係屋企。喺呢度可以感受到時光凍結嘅日式美學。去旅行咧我就有個習慣嘅，就中意咧去一啲比較 local 嘅地方啦。咁今日咧我就嚟到呢個秋田市民市場，喺呢一度嘅街市嘅，睇入邊有啲乜嘢買先。秋田市民市場又稱為秋田嘅廚房，喺呢度可以買到當地嘅新鮮生果、植物同埋乾貨，入邊仲有唔少嘅餐廳，呢度仲可以食到新鮮嘅魚生當飯。喺呢度一個唔小心就會買咗好多嘢。我買咗好多生果，分別就買咗呢一個桃、巨峰、提子同埋梨。部分咧我都係揀翻係秋田縣出產嘅，正。對比其他日本地區，秋田可能係冇咁熱鬧繁華，但正正都係因為呢個原因，先做到喺度可以貼近當地人生活。喺度旅行可以感受到另一番嘅真實同埋淳樸。下次去開日本東北嘅地區，千祈唔好錯過秋田呢一個地方。我係 Samuel，同我一齊活在當下，隨心而行。